各位評審老師好，呢幾個月我有幸以100強嘅身份參加一系列豐富而深入嘅培訓活動，其中令我最難忘嘅係有機會親身走入 TVB 新聞部進行參觀。我作為對新聞與傳播學系有興趣嘅學生，呢次嘅體驗唔單止令我大開眼界，更加令我深刻咁體會到新聞行業嘅專業精神同埋社會責任。我親眼咁見到專業主播點樣嚴謹咁處理每一則新聞，從多方面核實消息來源，到多角度分析事件，到最後用準確而公正嘅語言將資訊傳遞俾公眾。尤其喺人工智能技術日益普及嘅今日，人人都可以生成影像，生成式內容氾濫。正因如此，傳播真實新聞，對抗虛假信息顯得更加重要。呢次比賽嘅唔同培訓，令我深刻咁明白到，我哋唔單止要掌握科技，更加要具備良好嘅判斷力。透過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等部門嘅培訓，我哋深入咁了解咗點樣辨識同埋預防日新月異嘅犯罪威脅，例如 AI 騙案、販毒、洗黑錢等。呢啲知識唔單止實用，更加係我哋作為良好公民嘅重要基石，令我更加堅定要積極喺校內推行公民教育。希望將所學嘅媒體素養、數碼素養同埋公民意識實踐於生活當中。多謝大家。